特色公园伫即届议会成为议员争取的焦点，其中议员林志典嘛针对新化区体育公园内特色游戏场，因为老旧无符合卫生福利部所制定的规范标准，所以要求汰换，并且结合在地特色来进行改善，用安全创意来更新。新化体育公园的面积5.8公顷吼，因的一寡游具老旧啦，且都至少使用10年以上啊吼。咱卫福部公布新的游具规范标准后，汰换更新已迫在眉睫啊。阮交立委林理静伫2月去会勘吼，新化公所嘛提出新化区体育公园特色有协调的工程吼，伊会当紧合作补助经费吼，更换新式的游具设施吼，咱体育局长是，咱明年敢会当来进行？明年有编930万吼，要来做规划做新化地区的一寡特色的迄个活动，互小朋友会当去遐耍。议员进一步表示，生活串联歌坛已经大约有20万的人口数，以文化平权的角度，希望市府配合生活第4摆通盘检讨计划，以及片3公顷外公园用地，互大南区买当设立一个多功能的地区文化中心。对此，文化局长表示，要去文化中心也需要精心评估。台湾新闻，阮吉林跟采访报道。